写客文填名，苗头雕姑娘送习。作者李文芬，国中铁高教师苗丽燕客家人。本影片是用客语试验强 TTF 合成，是讲有中意，请听书分享。头摆第一個章頭，有一個當友好嘅後生人，按到阿文古。阿文古14個時節，家爸出高升嚟，家妹一撒土，其老阿哥兩兄弟態。但日做頭往米，耕田種線，學結為壓比到成法，無限多草轉，好得兩兄弟一旦都當乖，感情和睦，唔使有事本阿妹炒飯。因日末兩兄弟長大成人，阿哥平常上山減草打獵，阿文古負責做田種菜，一家3-4日嚟過到當食貼。有一日，大哥上山打獵，愛轉夜嘅時節，看到一隻烏山雞對面前走過，因驗是沙箭打到嘅隻山雞，山雞沙邊命中入山肚。嘅時已經團烏嚟。那係腳嘅隻烏山雞落去，驚怕會前無路轉。唔過，大哥一旦開談，想也無想就腳定下去。那隻山雞嫌風唔見體，沙看到一個帶點風毛嘅細阿妹爺顧到頭前叫子。大哥講：先來咗，你認為第一叫？細阿妹爺講。那係聽不下人出門做生意，但如果都到長腳，請挨住生意走出來，同不下人說散嚟，挨愛用辦賬好。大哥講，寫埋莫講，身體愛全部，將來上談法親友不下人。半年過後，細阿妹還係尋到屋企人，報米家本大哥做伴娘。大哥結婚過後無幾久，一旦狂見嘅阿妹撒薄片，之後變到迷迷痴痴，連生活就愛人照顧。大哥未身體太變，有一日，佢老阿文古講：那已經做伴娘咧，財產應當愛本啊！上太下街地鐵路屋嘅本意，該阿妹你帶走，來將冇愛服侍老父哦。天一日，阿文古帶定姊妹嘅阿妹駛去老屋帶。老實嘅阿文古心度無厭怪大哥，佢想阿哥聽出係做到乜嘅事情，就會變困。愛好好照顧阿妹，仲有一日。阿哥會回頭嘅。話講阿文古本島嘅天色彩唔好，唔但青，愛真唔好，還個當到沙粒貝，係根本無法種出禾嘅天。阿文古知道阿妹同自家嘅生活，還係3萬整體種菜去街巷賣，但日出間去打山轉來友好阿妹。有一擺，阿文古天普講出去山度。摘野菜，佢行到一個山派，正愛春樹去摘菜嘅時節，忽然間山派下嘅芒草堆見天通，阿文古頓點下來端詳。原來係一隻桌上嘅苗條條。嗰隻桌上嘅苗條條木劍劍味，見看阿文古，佢跪身呢，講到幾準，兩樣排熱還係比唔起來。阿文古老苗條條講：這條話唔是講，我唔會上去，唔當唱係一家桌上嚟。這條話唔放心睇嚟盡意，我會諗唔以後嘅啦。講咩神氣？幾隻苗條條唱聽一些阿文古講嘅話，竟然就點下來，順地本佢作起來，帶轉屋下去。阿文古老苗條條帶轉屋細心照顧，但正月過後，苗條條嘅一夾好誒，按布條未做得地屋度，比上比下嚟，也一步嘅照顧苗條條。阿文古
老其當做係自家嘅朋友。當日食飽夜，就會同佢講心事，冇頭條，大擺咩係認真之內，見看阿文姑，又過辦正業，阿文姑老冇頭條講。這條誒，唔計上好誒，應當該盡牙山度嘅活下嚟。按不呀，出來表唔轉，唔愛生意唔好，再個桌上嚟要。故事還蠻結束，阿文姑一家下後會變樣板，冇頭條又比轉山度冇。故事結尾請看下集。什麼按知識又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